揚州的春天總是來得特別早，煙雨剛歇，河水泛着淡淡的清，柳枝垂落，像女子未梳的長髮。10里長街燈火初上，畫舫輕搖，絲竹聲從水面緩緩飄開。這裏是人間最溫柔的地方，也是最容易讓人迷失的地方。而這個故事就從這一年的春天開始。那年我20有1，帶着幾分意氣與無用的才情，從北方一路南下。朋友說，不去一趟揚州，算什麼年少風流？於是我來了。那晚，我們進了一間臨河的樓閣，樓上垂着細細的珠簾，燈影搖晃，人聲輕軟。他就是在那時出現的。珠簾之後，一個身影緩緩走出。他很年輕，年輕到讓人一時不敢直視。有人在我耳邊低聲說：13歲。我心中一震，可他的舉止卻不似孩童。他行禮時的從容，斟酒時的穩定，甚至那一抹若有似無的笑，都像是經過千百次練習。他抬頭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不濃不淡，卻像春風拂面。我忽然明白詩裏說的：豆蔻梢頭2月初，它還未完全盛開，卻已足以動人。之後的日子，我常去見他。我甚至不記得是從哪一天開始，這件事變得理所當然。他會替我備好酒，會在我來時輕聲說一句：公子來了。他的聲音很輕，像剛溶的雪水。我對他說過很多話，說北方的雪有多冷，說邊城的風有多烈，說那些我自以為重要的志向與未來。他總是安靜地聽，偶爾問一句：那後來呢？我說得越多，越覺得自己像個孩子，而他明明才13，卻像看過更多人生。有一次，我問他：你會不會想離開這裏？他笑了笑，沒有回答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距離。他的世界像被一層看不見的紗隔開。我以為我靠近了，其實沒有。春天越來越深，揚州的夜也越來越暖。有一晚，街上風很大，珠簾被風吹得輕響，他伸手去按住。那一瞬間，他的袖子滑落了一點。我看見他纖細的手腕，那不是孩童的手，那是一種過早長成的柔弱。我忽然不敢再看。那晚，我喝了很多酒，他替我斟酒，卻沒有勸我停。我問他：你為什麼總是笑？他想了想，說：不笑，還能做什麼呢？我擸住了。那一刻，我才發現，
他的笑不是因為開心，而是一種習慣，一種不得不的溫柔。我忽然心痛，卻說不出理由。離開是突然決定的。家中來信要我回去，我知道這一走大概不會再回來。那天我比平時來得早，他似乎已經知道，沒有問，只是替我準備了比平時更好的酒，燈火比往常亮。他的臉在光裏顯得特別柔。我想說些什麼，卻發現所有話都變得多餘。他舉杯對我說：公子，此去多珍重。語氣平靜得像一場尋常送別。我想笑，卻笑不出來。夜深了，我終究還是起身。他替我掀開珠簾，風從外面吹進來，燭火微微顫動。我回頭看他，他站在光裏，還是那個樣子，輕輕地笑着，沒有哭，沒有挽留，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我走下樓，每一步都很慢，卻沒有停，因為我知道，只要一回頭，我就走不了了。後來，我離開揚州，很多年後，我仍記得那一晚。有人說，他在我走後一夜未睡，燭火燃盡，蠟淚一滴一滴滑落，像替人哭泣，直到天明。而我終於明白，他不是無情，而是太早學會把所有情深都藏在一抹笑裏。那年春風十里，整個揚州都不如他。